他都能干了，能勇敢了，要替换了这个利未记那你这个耶稣他到底是谁？我不是这侮辱你，我要叫你想开了。我请你们都要听那些法国的电视的法国的新闻，RCI 就是那个法国24个小时的新闻。我要请你们要关注那些新闻的，因为2道语言的。在这个你们的地球上都有讲应验了，你们继续要听魔鬼的话，你们就知道你们的救活的路。我都向你们已经讲明了，在申命记第4章第2，我们要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要加添的，也不可删减的，好像你们的宗所说的吩咐，就是要把你们的神的命令，这个颠覆耶和华的命令，你不可以删减的，也不可以加添的。你不可以把它有删减的，就我们都能看到这个奉献的公物，天父也法把它有卡住了，因为它是不可以有删减的，不可以加添的，所以天父也法把它有卡住了，所以你不要在进去放了中说这个是掉记就是没有你受罪因为天父也法就是把它卡住了，就亚伯拉罕的上帝说你们不要再总说这个是条件那就是很大的证明的，对以色列的也不可以再总说这个是条件和摩西的律法，要总说这个是条件都是要说是个犯罪，就要向魔鬼，大家要向魔鬼说，魔鬼就带我去下地狱哪里因为他就是要直接要去就是说被魔鬼把柄了。那你都说我们都是那个，你们都自己说是都是个犯罪，都是在主逆之下，因为你们都要说是个犯罪，因为这都是那个你们就总说是调解的结果，一俩是非对我们好，因为他要把真好要告诉你们，你可能说你是好像要自夸的。那我不自夸是我，那自夸是谁呀？因为我自夸我的时候就是自夸呀。我说，因为我说是唯一体我做的就是他的工作，为了证据你们这是真理的目标，就是为了证据你们到最后。那你盯着我的时候，就是发生什么事了？那很大的罪。就是宗教的需要，就是那些求告耶稣他把这个要替换了利未记第16章。他说然后他们说我们所奉献的公物就是这个耶稣，他把这个要进去在这个利未记第16章。你们别撒谎了，因为你们做的就是这样的。你别再反对就是说我们没有这样行的。那做了这个利未记第16章，你们把它放在哪？你们说就是那个上帝他不是上帝的儿子，没有上帝要生了的。亚伯拉罕的上帝是没有生了的，亚伯拉罕的上帝他叫亚亚法，他生了就是要我说。他们就是把这个假上帝要来替换了这个利未记的第16章，这个就按照那个刚才我们念的那个以利亚先知的话，他们就要释放别的神，要敬拜别的上帝因为他们都把这个假上帝来替换了这个利未记第16章，你们做的简直是一个恐怖的。你知道的，国家不仅是有释放那个假上帝所以他们能够把这个假上帝要来替换了这个利未记第16章。那个罗马的天主教就是很大的罪，新都教都是一个罪
你们做的是真的是太恐怖了。就我们都刚刚看到，就是一条法律来帮说是不可以假，也不可以要上见的。就是你们都看到，就在这个要放线的公务已经被卡住了，你们就是要把这个耶稣来替换了这个利未记第16章，你们就能够有像天父耶和华有作对。那这个呢还逻辑，就是那当然了，那个就是那个合伙家有像你们有保障，你们就是像一个喝醉的人要叫警察，就是你们刚刚你们做了很大的危险的事情，却要叫。那你说这个跟那个叫警察的就是一个喝醉人的有叫警察没什么关系的，就是你们要说是一个要上教的，却你们做的都是非常不好，就是真的是要上帝要生气的，这个就是一个喝醉的人叫警察，所以你们不要再上教堂敬拜，因为这是那个宗教律师所做的，你们真的走错路了，因为这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把这个放线的公物别卡住了，因为这个一卡住的话就是被拆毁掉了，有一条被废掉了，就是全部中条都被废掉了，因为这个不可以有假，也不可以上见的，我们刚刚念了，因为一条被废掉了，然后全部都要被拆毁掉了。那些其他的国家他们做的就是把那个耶稣，就是这个耶稣是来迷惑人的，他说把他要来替换了这个利未记第16章，因为天父耶和华说这个不可以假，也不可以上见的，却其他的国家难过，也不知道这是谁的主意啊，来把这个利未记要把那个耶稣要进驻在这个利未记第16章，他们把这个宫女的那个上羊的那个绵羊来替换了耶稣的身体。那就是那个飞弹来爆炸的时候，你们就要大的要求，不要来攻击到你们的家，一定要实在要告诉你们，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情况是太危险了，因为这个是很大的愤怒啊。那对马达加斯加来说，他又说到那个惩罚是合理的，因为就是我们去那些国家都有上教堂，在科摩罗在多个都是有些人都在求告这个耶稣，但是很少。印度也是如此，但是在马达加斯加，他们自己是一个绝教，他们都说是能掌握这个上帝的话，却你们所带着都是虚空的，你们都有接着什么用什么法子来反对这个话，你们用什么法子来反对，就是天父耶和华要把这个放线的公物要拆掉的时候，那你们怎么能够说这个耶稣能做这样的事情？你们的所做的是让人的要搞笑，真的是要迷惑人的，要把人下地啊！你们真的不敬畏上帝了，你们真的是不敬畏上帝，但是你们的要当着瞧吧，就是你们的说唱法。以利亚都有要蒙着所的人要来到跟着以利亚吧，以利亚来到为了带着你们到天上天的，赶快做出决定吧！你们别把那些犯罪的，你们应当把的就是天父耶和华和耶和华，你们要当害怕的就是他们不是那些假上帝啊，那些假上帝都一直都迷惑你们。这样的情况是不能接受啊！你们看到这个经文，我们都一起看到啊，一起看到，我不是随便说的，
我们一起读圣经吧。那你的想法如何？就是你应该有想开，原来这个方向的公务是已经被卡住了。天父耶和华已经把它卡住了，去其他的国家能够把那个加上帝要放进去啊。这样的想法真的是让上帝要愤怒，真的是让他愤怒。在这种的情况之下，我们都看到，就是天父耶和华要把这个十条诫和摩西的律法拆毁掉了，因为他先把这个奉献的公务要卡住了，这是他第一他先做。那从这个开始啊，就是能够知道是条诫和摩西的律法都被拆毁掉了，不可以再总说上帝是天父耶和华是非人的并不说谎的。他要说这个是他说这个是被拆掉了，那这个就是要被拆毁掉了。我们先念下这个民数记第23章第19节。神非人的必不知说谎，也非人者必不知祸坏。他说话的岂不照着执行呢？他发言的岂不有成就呢？这位天父耶和华他非人的，所以他不要随便改动了。他说有这个卡住了，就不可以再动，不像人一样的，你说有卡住了，然后就解开，卡住了就解开了。因为他一说是这个是别堵住了，这个就是永远别堵住了，永远不能解开。那是什么人的？就是来随便有改动这个话，如果你有想，这是他的敌人，就是亚伯拉罕的敌人的，就是说要把这个下加上帝来替换这个奉献的公务啊，这就是他的敌人的。如果你要继续跟着他，那这个就随便，因为耶和华就是上帝，你们跟随以利亚，我们来到天父耶和华，这个话是很清楚了啊。天父耶和华一旦把这个奉献的公务又卡住了，谁要进去都是犯罪，你犯罪的上帝就不停的祷告，那就是相反的魔鬼来定的祷告。那谁要遵守这个是条件，那他们就做糊涂的事情，把这个耶稣来替换了这个利未记的第16章。那我们在这个说话的时候，就是我说话的时候，在天父耶和华是十分生气的，因为天父耶和华要把这个奉献的公务要拆毁掉了，那谁都不能进去啊。这您都看了那些假上帝他是怎么做，他就把这个要替换了这个利未记第16章。我们这个都明白呢。亚伯兰的上帝天父耶和华，他要把这个奉献的公务先停止了，因为这个就表示他拆毁掉了，因为不再需要了。因为接着这个情况，这个是条诫，这个摩西的律法不再遵守的，那为了这个，他的儿子就来了。因为他的儿子的工作就是来确认那个他的父亲的话，因为他就钉在十字架上，为了建立了新的联盟。因为这个都已经不需要，所以必须要把它要拆毁掉，所以必要向上帝的儿子要宣告烹饪的，或者是用污蔑使徒们的说是使徒们是要教人的遵守这个是条件啊。因为这个都已经别搞住了，是哪个使徒们要把他要把这个是条件给人遵守的，连他儿子都不懂这个，因为只有他父亲要把他堵住了，他是非人不必说谎的，所以他永远把他要堵住了，所以那他儿子没有解开了，因为他儿子
在钉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来确认的，因为这个是调节这个旧的联盟，就是天父耶和华已经把它又拆掉了。为了把那个新的联盟养成下来了，就是必须先把那个旧联盟要废掉了。因为只要天父耶和华把这个方向的工不要再做，这个就表示神调节和摩西的律法被拆毁掉。因为方向的公是法律的基础，那这个方向的公务要被拆毁掉，就是要表示利未记第16章全数都被拆毁掉。这个天父耶和华要把它要废掉了，这个就来说明那全部的法律都被要废掉。那一个问题就是说，谁先把这个谁调节和摩西的律法要废掉，就是亚伯兰的上帝他的名字叫亚法。那就是要说蒙召你来到亚乌刷，你亚乌刷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来叫全世界的人能看到，就是不要再总说这个是调节，他要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把摩西的律法而是调节要被废掉了。这个就是这个话题，就是我们明天的话题吧。我希望就是他的儿子要在他的父亲的面前要做什么，我就是给你这个回答，就是他就是在先把他又拆毁掉了，就是他的父亲，然后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是来确认的，说是这个是调节是被废掉了，这个是很大的拯救，谁来跟着这个真理，他就会得到拯救那我再重复说一遍了，是谁先把这个是调节和摩西的律法要拆毁掉，就是他的父亲，就是他要叫亚耶娃，他要根据以赛亚书第66章第3章是调节是被拆毁掉，是亚伯兰的上帝的名叫亚耶娃，他先把它拆毁掉了，话就是结束了，我们一起祷告了亲爱的天父亚耶娃，非常感谢你了，多亏你感谢你这个宣告，因为这个话是从天上天来的，你把这个话转告我们，为了叫他们能明白他们是走错了路他们真的被魔鬼变了，收获到了，就是为了拯救他们。以利亚是你差来的根据你的话就是你已经带关于我的事先知已经说过了，这个证据到了，就是要借着以利亚，就是叫儿女的形状像到父亲的，叫父亲的形状像到儿女，就是我现在做的。亲爱的天父亚耶娃，请拯救他们能平安的转过来到你那里，那些灵魂的想得到拯救请拯救他们能平安的回到你那里，就是要听我的时候他们都能想开了，要听到这个真理他们都能想开了。亲爱的天父亚耶娃，荣耀就是要归给您的，感谢您呀无双，就是你所赐给我这个权柄的，我感谢您的，就是为了传扬这个福音，荣耀归给您的天父耶和华，荣耀归给您的耶和华。我奉耶和华的名字做了这一切的祷告，哈利路亚，阿门。我祝你们能得到耶和华的祝福，我们下一次再见。